牛至精油咧係具有強烈嘅草本同埋辛辣嘅香味，來自於薄荷科嘅植物，原產係地中海歐洲、西亞等等嘅地方，可以生長去到大概30英寸嘅高度，並且會開出咧紫色嘅花，亦都稱之為咧野馬鬱蘭。佢透過蒸汽蒸餾樹葉咧去萃取，產生強烈嘅草本同埋辛辣嘅香味。主要嘅成分咧包括咗香芹酚同埋百里香酚。而香芹酚咧就係佢獨特氣味嘅來源，而且會為我哋嘅皮膚帶嚟溫熱嘅感覺。而呢一個溫暖同埋舒緩嘅特性咧，亦都廣泛應用喺按摩同埋空氣淨化嘅方面㗎。牛至精油咧係含有豐富嘅香芹酚同埋百里香酚，具有極強嘅抗菌、抗病毒、抗真菌同埋抗氧化嘅能力。當中嘅主要成分咧，香芹酚就有效對抗多種嘅細菌同埋抑制病菌，例如大腸桿菌、沙門氏菌、念珠菌。亦都有效咧對抗流感嘅病毒，幫助我哋身體咧抵抗感染同埋提升免疫力。而佢咧亦都係對抗皮膚真菌感染，例如香港腳、癬、疣嘅首選，可以咧用於受感染嘅傷口。佢當中都含有石竹烯，可以具有抗發炎嘅能力，可以減輕關節炎、肌肉酸痛同埋經痛，幫助緩解疼痛同埋炎症嘅反應。而針對感冒、支氣管炎、喉嚨痛、鼻塞等等嘅呼吸道問題咧，都有顯著嘅緩解作用㗎。而喺消化系統嘅健康方面咧，佢就可以幫助刺激消化液嘅分泌，例如膽汁，咁就可以幫助緩解咧胃經亂、腹脹、消化不良，促進咧整體腸胃嘅消化，具有強力嘅淨化同埋防禦嘅特性。建議嘅使用方法咧就係將1滴嘅牛至精油同埋4滴嘅 V6 綜合植物油咧混合稀釋使用，可以舒緩運動之後咧疲勞嘅肌肉。牛至精油咧係屬於一種熱油，如果未經稀釋嘅話咧，就唔建議搽上面同埋敏感嘅部位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記得根據翻樽身嘅指示去使用啦。而牛至精油咧都係乳滴精油按摩使用嘅主要精油之一，亦都可以作擴香嘅使用。建議每日3次，每次大概10分鐘，可以幫助淨化空氣嘅同時咧去除異味，咁就可以打造居家舒適嘅環境啦。牛至精油咧仲有另外一款膳食精油版本，牛至精油同埋牛至膳食精油咧係相同嘅精油嚟㗎。可以將1滴嘅牛至膳食精油同埋1滴嘅 V6 綜合植物油放入去素食膠囊入邊，每日服用就可以作為膳食嘅補充劑，有助於提供免疫同埋消化嘅支持。亦都可以用牙籤將少量嘅牛至膳食精油加入去你哋中意嘅料理入邊，非常之適合咧墨西哥同埋地中海嘅菜肴，就可以增添當中嘅鹹香風味啦。而喺你每1公升嘅健康飲品入邊咧，加入1滴嘅牛至膳食精油，就可以更加有助於清潔消化系統啦。